Hello，各位街坊大家好，我係 Nicole。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就係中山三鄉萬象郡2期嘅一個單位，28樓嘅136平方，咁啊做4房2廳2衛，而家賣緊價錢咧115萬嘅西南嘅朝向。而家跟住鏡頭咧去睇下今日嘅單位係點嘅。呢一棟樓總高咧就33樓，我哋介紹嘅單位喺28樓，2梯6伙嘅佈局。從電梯出嚟嘅話咧，穿過呢個走廊，呢邊係分佈咗3個單位嘅。灰色大門嘅呢一個單位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啦。入門嘅呢個左手邊咧，呢度係做咗一個到頂嘅鞋櫃嘅，嗱可以睇到收納空間都係 OK 嘅。入到嚟咧就係一個超大嘅客廳啦，客廳開間咧去到3.7米嘅。餐廳同客廳嘅空間咧接近有30個方度，可以睇到餐廳嘅位置咧，呢度係擺咗張4人餐台嘅，咁旁邊咧係做咗呢一個收納嘅餐邊櫃啦，仲預留咗一個雙開門嘅雪櫃位置嘅。再過嚟咧就係一個大概6平方左右到嘅一個廚房 U 字型嘅，咁啊整體嘅配色咧就係做咗呢個奶白色嘅，上下2層咧都係做咗吊櫃嘅，操作台嘅話咧都係比較夠用嘅。有一個大嘅星盤啦，咁喺星盤隔籬嘅話咧就係一個生活露台嘅位置，生活露台咧有大概係3.5個方，咁平時可以喺呢邊晾衫放洗衣機咁啦。咁我哋出翻嚟睇翻客廳，餐客廳嘅空間嘅話咧大概係去到咗30個平方嘅。咁客廳嘅梳化茶几以及電視背景牆以及呢個電視櫃咧都係做好晒嘅，可以睇到係做咗無主燈嘅一個設計啦。頂上咧係都裝咗呢一個風管機嘅冷氣嘅。再往前咧就係呢一個生活露台，生活露台嘅話咧係西南向嘅，望翻出去景觀咧係望到其他屋苑嘅。咁呢個露台嘅面積咧大概係有6個方度。咁我哋再去睇下啲房嘅一個佈局。嗱，行到過嚟咧可以睇到呢個電視背景牆以及呢個餐邊櫃嘅位置咧都係做咗一個弧形嘅一個設計嘅。咁我哋首先睇下呢個公共洗手間，4平方左右，有個採光窗咧連接出邊嘅生活露台嘅，咁乾濕分離嘅一個配置啦，加咗一個簡單嘅馬桶同埋一個鏡櫃嘅。咁我哋睇下第一間房嘅情況係點樣嘅。呢間房面積唔大，7.2個方度，望出去景觀咧就較為開揚嘅，可以望到樓下嘅呢一個河涌。咁呢間房咧可以作為一個書房，如果你話擺1.5米床嘅話咧就肯定擺唔落嘅。再過嚟對面咧就第2間房，呢間房咧差唔多有10個方嘅，咁正常擺張1.5米床，2個床頭櫃加個衣櫃咧係冇問題嘅。望出去景觀嘅話咧就係西南向嘅，同生活露台望出去景觀咧係一樣嘅。再睇翻第3間房，第3間房咧係有10個方多啲嘅，咁擺張1.5米床，2個床頭櫃加1個衣櫃咧係 OK 嘅。同樣咧，亦都係西南嘅朝向，咁呢個景觀望出去嘅話咧，就會有少少遮擋嘅。咁我哋最後去睇翻主人房嘅一個情況係點樣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呢個淋浴空間嘅話咧，同樣都係乾濕分離嘅，空間咧比較闊落，大概係會有6.7個平方度，可以擺到個浴缸度嘅。咁啊搭配咗普通嘅馬桶同埋一個細個鏡櫃啦。咁我哋最後咧就去睇下呢個主人房。主人房空間咧比較大嘅，係有17個方嘅。咁一張1.8米床加2個床頭櫃加一個大嘅訂製衣櫃咧係完全冇問題嘅。方向咧亦都係西南向嘅，望出去景觀嘅話咧就麻麻地。咁總的來講嘅話咧，呢個單位咧係近期放出嚟嘅，價錢咧就適中，唔算話好貴，但係你話平嘅話咧，針對翻佢呢一個總體嘅裝修設計啊各方面嚟講嘅話咧，佢亦都唔係平，但係一定亦都係有議價空間嘅。咁如果你對呢個戶型感興趣嘅話咧，可以聯繫我，咁現場帶你嚟睇下。嚟緊咧睇呢個三鄉或者係呢個御龍山咧，亦都會陸續有出好多新嘅盤。咁裝修嘅話咧，亦都會有好多嘅唔同風格啦。大家裝修用料亦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如果你近期係有留意開中山三鄉或者係呢個御龍山片區嘅樓嘅話咧，咁啊可以等一等，等呢一批單位出咗嚟咧，睇下有冇啱你心水嘅。好啦，今日介紹到呢度，呢個單位咧就136平方，開價115萬。如果感興趣嘅話咧，聯繫Nicole啦。對呢個小區唔熟悉嘅朋友咧，可以繼續睇落去噶，因為後邊咧就係呢一個萬象郡2期嘅介紹嚟嘅。萬象郡2期呢個小區樓齡7到8年，物業管理公司咧係雅居樂雅生活，物業管理費係2.8蚊一方。
咁係由18棟高樓半包圍別墅群而成，多數咧係2梯5戶、2梯6戶，樓層總高咧係33樓。目前已經有天然氣入戶，有地面車庫以及地下車庫負一層。目前嘅二手成交均價咧係無胚價6800至到8000蚊一方，裝修價咧係7500至到9000蚊一方。呢個小區可以話非常之方便，樓下就有商圈，食飯買菜、美容按摩、汽車保養一應俱全。一出門口就有大把選擇，門口仲有公交站，每日超8班嘅呢個直通巴士，130蚊就可以直達香港。T91咧18蚊咧可以直達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仲有931咧係1蚊雞咧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嘅，仲有去其他鎮區同埋去中山、珠海市區嘅巴士，60歲以上咧係可以免費搭車嘅。呢個小區入住率高，深受內地人同港澳街坊喜愛。小區去大潤發、順昌廣場都係10分鐘左右，去珠海嘅山姆會員店咧係20分鐘，去珠海關口大概係半個鐘多啲，非常之方便。而美中不足嘅就係呢個小區咧冇做人車分流，亦都冇泳池嘅，以及有個別單位咧係會聞到樓下食肆嘅油煙味，所以一定要嚟現場實地考察下。如果對三鄉唔熟悉嘅朋友，可以睇翻我哋之前介紹三鄉嗰條短片。如果覺得內容做得都 OK，麻煩幫手俾個 like 支持下，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創作嘅動力。